好快到清明咧，我哋係提前去噴下嗰啲草，到時候咧就好整啲。以前都係佢去噴個，然之後佢同埋啲堂弟啊、啲堂細佬去噴個。而家今年開始，舊年我冇去到，舊年都係啲堂細佬佢哋去，今年我撈佢哋一齊去噴下草，一陣去成一塊片就去。少錢嗎？正。準備成塊片就出發啦。你有去冇？會㗎。去有冇？係啊。嗰隻蓋啊，我哋全家喺度食緊。嗰隻桃奶糕塊片，佢係計一粒一粒個。然之後你睇下，桃奶糕塊片嗬，佢係無蔗糖型嘅喎。佢每100克含鈣量就係8400毫克。而且一盒係100片，佢仲有一隻防癌識別碼個，點啊？每一片都有防癌識別碼個，而且佢係中國人民保險承保個，所以佢食起落好香個，奶香個，佢又冇好甜嗰種鈣。其實春天到嘅小朋友啊，都要適當咁俾啲鈣片佢哋食。好似我哋呢啲年紀嗬，40零歲嘅，同埋啲爸爸媽媽啊咁樣，都要經常咁食啲鈣先得。佢真非常好個，你哋又可以拍一單，49蚊9錢，到手有6瓶，每一瓶係100粒個，好大個。草珊瑚老品牌啦，都可以拍一單。